色列指控因当时受到7个地区的攻击，暗示讲因可能会对规个中东展开军事行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法国演员杰哈德·巴迪尔是迈入为真济国际奖项，说是去互10外女性指控性侵、性骚扰，3年前去互起诉。即阵伊是搁去互亚康讲牵涉性别歧视的言论，因为即寡种种的争议，导真济反对者要求要甲国家颁予伊的徽章收回去。不过总统马克宏并无愿意，有真济演艺界人家相挺，这就引起妇女团体不满。今年74岁，因为演大片《情色》得到坎城影展的最佳男主角，而且佫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在国际是真有名的杰哈德·巴迪尔，已经演出200多出的电影和电视剧，在法国的演艺界是真重要的人物。但是伊所奉指控讲，在2004年到2022年之间，在拍片的现场对临时演员和化妆师等等，脚内手内受害者拢总13个。3年前，伊已经因为性侵害的罪名被起诉。最近，有法国媒体放送纪录片，表讲因捌伫2018年访问北韩的期间，对查某口役员和骑马查某囡仔讲黄色的有诶无诶。法国文化部长马拉克认为，伊互法国真见效，要甲分钟讨转来，但总统马克宏看法无同。I'm a big admirer of Gérard Depardieu, and I say this as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nd as a citizen. He makes France proud. 有50几个演艺界人士做伙伫法国的报纸发表公开批，挺杰哈德·巴迪尔，主张讲无应该无承认伊伫演艺界的成就，讲攻击杰哈德·巴迪尔就等于是攻击艺术。结果这张批是引起更较侪争议，有女性主义者跳出来质疑讲，敢讲性侵害嘛是艺术创作的一部分。迷途运动的领袖是对演艺界的反应无法度相信，一个囡仔保护团体是去甲取消邀请参加联署的查某明星做大赛。Un bout de temps, et il n'y a pas une personne qui lance des accusations, il y en a pas mal. Donc je pense pas que ce soit un lynchage, quoi. Je pense que c'est vraiment des vraies questions qui se posent par rapport à Depardieu. Pourquoi il serait protégé juste parce que c'est une personnalité importante et derrière ça on a des femmes, des jeunes femmes qui ont subi, je veux dire oui, vraiment des agressions, des viols qui vont les marquer à vie. Je veux dire et pourquoi elles n'auraient pas le droit? 事实上，杰哈德·巴迪尔过去的争议就真侪，伊捌为着无喺6岁放弃法国国籍，企图西亚入籍，嘛捌啉酒赛车，搁捌伫个飞行机顶悬啉酒醉，就伫大家面头前放尿，互其他乘客是惊甲要死。即摆伊的性命大国引起关注，连法国总统拢互扫掉。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自民党的议员牵涉政治献金，东京检方今日是派人去敲证议员的事务所甲徛家。是这案件爆发以来，检方头一回强制搜索现任的国会议员。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联合国明年1月要定期对中国人权审查。联合国的难民署是望中国会当允准逃离北韩的难民伫因遐合法居留。英国《Times》报道，意大利一个医疗团队用12点钟成功把患者的坐骨神经移失去受伤的倒手，是全球的头一个。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巴拉圭2个祖囡仔也等坐甲亲人去美国纽约观光，说是伫咧中央车头去互野岛攻击，初步判断是种族仇恨犯罪。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加拿大警方查到境内规模上大的芬太尼工厂。是藏伫咧美国甲加拿大边境，有可能拢是走私毒品去美国。以下冲突引起规个中东无稳定。以色列国防部长讲，因目前是同时受到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甲也门7个地区的攻击，暗示讲因以色列有可能会对规个中东展开军事行动。也若是也门的叛乱军青年运动，毋若是针对以色列，佮一直伫咧红海起事。昨就佮攻击一只过路的货轮。以色列对加沙走廊的军事行动继续进入第11礼拜，随牵涉国家扩大，中东紧张的局势也得咧清悬。以色列国防部长26指出，以色列正下列多线战争，同时主要来自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约旦河西岸、伊拉克、也门甲伊朗这7个地区的攻击，并且暗示可能会对整个中东地区来展开一个军事行动。הגזרות האלה, ואני אומר כאן
בצורה המפורשת ביותר. כל מי שפועל נגדנו הוא מטרה פוטנציאלית, אין חסינות לאף אחד.以色列甲哈马斯冲突10月7日爆发了后，伊拢伫中东各地扶持的武装团体，拢来攻击以色列甲英比盟军的区域军事目标，内底包含伊拢支持也门反恐军青年运动，继续对经过红海甲以色列有关的货轮发动攻击，引发这个红海危机，牵动全球物价起价，更加互加沙危机，有搁再支持区域冲突。青年运动二日搁再攻击一只地中海航空公司 MSC 旗下货轮甲财务人员伤亡。青年运动也讲攻击以色列的南部城市盖拉迪，也那美军甲伊国军方2日也讲，加侪只来自也门的无人机拍落来。以色列军队更加指控这是来自伊朗的恐怖主义。גם במחנות המרכז. אנחנו נמשיך להתאים את הפעולה, השיטה והרכב הכוחות בהתאם לצורך המבצעי. 以色列政府一再强调要彻底消灭哈马斯，至少要几个月时间。美国资深官员2日会见伊国总理纳坦雅胡亲信，讨论后以下冲突进入新的阶段，更加精准打击更加有价值的哈马斯目标，来降低民众死伤，并且增加人道援助。CNN 分析指出，北京烦恼一旦冲突继续向外扩大，和美军也耿耿入去，甚至造成死伤，会对美国总统拜登明年11月大选连任非常不利。国际新闻郑婉琴编译。今日对新闻世界通来回顾2023年人为灾难。这上界大的就是以色列甲哈马斯的战争。哈马斯绑票平民，以色列帮加沙报复，算是伤超过。国际对以色列的态度对同情转做反感。也若是乌克兰甲罗西亚迄边，瓦格纳兵变偷人普里戈金射飞机死，是上使人意外转变。另外，非洲有真侪国家发生军事政变，3年来已经有7国，成做全世界上无稳定的地区。2023年10月7号透早，巴勒斯坦的武装团体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5000粒火箭，佮直接冲入去以色列南部攻击一般的民众，造成至少1400几个人死亡，而且哈马斯佮掠走240几个人做人质，手段非常残忍。以色列第2天马上宣战，开始伫加沙走廊展开激烈的报复。以色列逐天发动空袭，无论是病院、难民营，拢变成攻击的目标。到2023年年底，加沙走廊已经有超过2万个巴勒斯坦人死亡，是当地50年来史上上界严重的一摆冲突。虽然两边伫11月底捌暂时停火4天，嘛互相交换一寡人质，但是随又搁继续相战。以色列为着要消灭哈马斯，完全无顾一般巴勒斯坦民众的死活。国际社会出现愈来愈多反对以色列、声援巴勒斯坦的声音，但是就算是联合国出面要求以色列停战，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依然是态度打甲正硬。אנחנו לא נעצור את המלחמה עד שנשלים את כל יעדיה, השלמת חיסול החמאס ושחרור כל חטופינו. 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2023年进入第2冬，战事并无重大突破甲进展。不过，伫战争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罗西亚瓦格纳佣兵集团，竟然伫6月23号发动兵变，战车直接开入去罗西亚南方军区，占领规个市区。好在在伫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协调之下，这场兵变才短短1天就结束。但是，在兵变发生2个月了后，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普里戈金却常常发生意外，伊所坐的私人飞机落落来，普里戈金当场惨死。互大家看到伊反背罗西亚总统普京的下场，就是安尼。因为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互真侪国家感受到罗西亚的威胁，芬兰甲瑞典都改变过去保持中立的立场，决定加入去北约组织。芬兰伫2023年4月变作北约第31个会员国，瑞典受到土耳其甲匈牙利的反对，申请案也未过关，明年应该就会当顺利加入去北约。但是因为战争已经拖2冬啊，美国甲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力量渐渐地减弱。美国共和党的议员伫国会将拜登总统要援助乌克兰的预算动落来，欧盟要援助乌克兰的500亿欧元，嘛因为匈牙利的反对无法度过关。战争若是继续拖到明年年底，万一美国是共和党的 Trump 当选总统，对乌克兰来讲，恐惊会更较不利。2023年7月2日，非洲国家尼日的军人发动政变，将总统压起来，关伫总统府内面。1个月了后，另外一个非洲国家加蓬嘛发生政变，才拄伫选举当中选赢要连任的总统，共款互军方压起来关。Avant de décider
de défendre la paix en mettant fin au régime en place. 事实上，自2020年以来，非洲已经有7个国家发生军事政变，其中6个拢是以早法国的殖民地。真侪民众唔但支持军方的政变，佮要求法国的势力要退出因的国家。在民众强烈的抗议之下，法国宣布将因派伫尼日的军队拢总退出。但是另外一方面，罗西亚的瓦格纳集团伫非洲的势力却是愈来愈强。中国嘛是直直想要把手伸入去非洲。军事专家认为，非洲的政变会阁继续发生，真有可能会变成中东以外全球后一个局势非常无稳定的地区。记者甘延恩编译。来看一项咱台湾体验未到的活动——破冰船。最近伫咧北欧波罗的海破冰船体验是常兴，游客会当伫咧这船顶看破冰开落的过程，阁有人会挑战伫咧零下20几度跳落海里游泳。规身躯包红红，一群人客伫甲帮欣赏冰上风光。伫北欧波罗的海上北方，当年有一段时间是冰天雪地，正做极地探险的热门地点。像一日破冰船体验，就吸引真侪观光客。为水电启程，一路航向芬兰，名叫做极地探险家的破冰船，原本是工业用破冰船，内部进行改装了后，增加真侪设备，佮由海华巡防队出身的船长法兰克将导，载游客伫零下20多度的气温之下，探索雪白世界。Yeah, it's a big responsibility, and but that's part of the game here. That's why we are doing this. It's to take out people and show them how we make ice roads. 也毋过，只敢若伫甲帮看风景也无够，想要挑战天寒地冻的滋味，游客也阁会当落水游泳。Even people are not considering in the beginning. They think, no, that's not for me. It's too scary, too dangerous, too cold. When they see, they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scary at all. And everyone, you don't have to have swimming skills. You cannot drown in these suits. And they're very warm. 一个两个漂伫水面上，游客穿特殊的救生衫，确保伫冰冷的海水，同款会当更加欢喜佮安全。I loved it. It was everything I hoped it would be in a river. 这座破冰船探险专程有3点钟，计售285块欧元，大约1万台票。看好后疫情旅游事件，破冰船公司预计这个寒天会当吸引至少1.5万名游客。公司新闻纽约编译。另外一款船的活动是这真有历史的澳洲帆船赛。当比赛正打起过，就拄到大风大雨，佮兼路边角。103队敢若剩98队继续比赛。这场比赛也佮有另外一个焦点，就是一只号做奥利的鸟仔嘛是选手，咱做伙来看。27透早，四位船队拢进入新南威尔斯滨海城镇伊甸附近的巴斯海峡时阵，两支超级帆船队伍安杜科曼奇加洛康奈特速度平均领先其他船65公里。比赛开始前几分钟，雪梨港的雷公号才拄停。当明清比赛开始了差不多10分钟，捌提过4面冠军的安杜科曼奇就提出抗议。Protest they're calling, tacking too close. 因为另外一队10号利威格因为船伤化真危险，尾后10号利威格因为机械的问题也有天气影响退出比赛。因为一日单位讲船要航行风险真大，本来有超过100队比赛，不过第一案有9队退出比赛了，只敢若剩98队伫咧比。其中一支已经退出比赛队员讲，虽然方面换来，大家伫咧海上经历差不多3点钟的暴风雨。这项比赛是自1945年开始举办，全程差不多1200公里。这届比赛有一个趣味的代志，是一只叫做奥利的鸟来参加，是78年来第一只鸟选手。Well, I think Ollie's already fully prepared. He's an experienced sailor. He's spent several years on the boat now. 威廉斯是海军退伍，过去5年伫咧澳洲附近的海峡航行，特别出海总是带奥利做伙。当初伫咧报名的时阵，有向大会通报。大会虽然感觉奇怪，不过比赛规则内面确实无明文禁止动物参加比赛，而且进前也有真侪鸟伫咧海上旅行的代志。这边港队的副船长瓦伦讲，因无打算要甲迄款精英队伍比，希望航行顺利，会当伫咧跨年进前到终点荷巴特。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我来看气势比赛，哈格雷特气势大赛头一届是伫咧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庄仔头举行，计共有7个国家90粒气势练来参加，做伙来看。
先和哈格雷特 cheese 温度变悬了扬起，搁再用刀给烤起来，看起来正好食款，食起来是高高绵绵，和平心气食。第一届瑞士哈格雷特 cheese 大赛伫阿尔卑斯山顶的这个莫尔村举行，参加的人来自世界各国。On a 90 meules, 90 fromages de 7 pays différents qui sont en compétition. Au Québec, les vaches sont nourries au foin sec avec un petit soupçon de sucre dessus, du sirop d'érable. Ben, on ne dit pas la recette, mais c'est qu'il donne un petit goût sucré au fromage. C'est une grande chose d'être ici et de représenter notre pays dans un concours avec des autres pays qui ont une grande histoire et beaucoup des années dans la fabrication du fromage. 哈格雷特是一种半固态固磷cheese士，温度若小可较悬就会扬。一般拢是做做6公斤，敢若车轮的造型。评分的标准包括外形、材料、食起气味加香气，一个整体印象。这边会当食15种。Qu'est-ce qui fait une bonne raclette? Nous, on cherche une raclette qui est crémeuse, onctueuse, un bel aspect, une belle couleur, pas trop pâle, bien couleur orangée comme ça. Et puis après, au niveau du goût, il faut une belle texture, qui ne fasse pas de fil, pas de corde, pas de gomme. Vraiment, on cherche vraiment la crémosité. Pas d'huile, pas de séparation des graisses. Il ne faut pas que la matière grasse se sépare dans l'assiette parce que ce n'est pas appétissant, ce n'est pas ce qu'on recherche. Puis après, au niveau des goûts francs, pas de faux goût, pas d'amertume. 这边比赛分做3组，随随外来州赢得其中2项比赛，包括这个行6月15到7月15，阿尔卑斯山青林所制作的哈格雷特cheese，也有由其他青林所制作的哈格雷特cheese。一那第3组的其他配方的哈格雷特cheese是由瑞士中部的上瓦尔登州摕到。这项比赛除了评审的评鉴以外，也吸引1万外位游客来这试食。其中一个大会伫中昼时间就也未结束，就已经分60公斤的哈格雷特cheese予游客食。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